2024年个半个月特别来临，以台南好养为主题跨年晚会已经打响名号。在2月15日，南台可以大厦女团的热舞开场。主持人强调，今日就是要完整公布不可思议的艺人名单。第一位就是独家要来台南的周兴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兴哲。今年呢非常开心，因为会去台南跟你们一起跨年，而且会有一个大惊喜。先不跟你们说，让你们期待一下。台南的好样跨年晚会最强的卡司就在台南，12月31日晚上在台南市的市政府西侧广场，让我们一起迎接2024年，先不散哦。另外，连续4档参加台南圣诞跨年系列活动的有建琴成员小赖，嘛特别出席表演，表达对活动支持。除了国内艺人，另外伫韩国唱歌、演戏、主持全方位发展的艺人金世正嘛要来台南。 이 설레는 마음으로 이번 카운트다운 행사를 위해서 저도 정말 열심히 준비하고 있는데요. 스포 하나 해드리자면 제가 여러분들을 위해서 작은 서프라이즈 하나 준비를 했습니다. 그게 뭐냐면요. 말을 못해드리고요. 꼭 카운트다운에 오셔서 이 서프라이즈가 뭔지 확인을 해주시면 좋을 것 같습니다. 面对每一档的圣诞甲跨年的艺人名单，其中吴允特表示，虽然甲其他县市比起来资源明显有差，好在再有真济企业的赞助，所以强调无上好就有更较好。那当然，你可以看到台南以相当有限的资源跟经费，那我们发挥了经过许多的努力，然后可以说在所有的卡司在表演节目上，应该是全国最好的。 那欢迎大家在23号耶诞活动以及31号的跨年活动，欢迎来到台南以及新营、南营跨年。所以说这个卡司精彩没得比哈。一下台湾、香港、日本、韩国以及荷兰等艺人的名单，就是要以办喜事的心情，伫台南4摆第一时刻邀请民众做回来台南跨年。台南新闻，阮子何乔邦采访报道。